晏晝聽日，我嘅故鄉啲苗栗銅鑼，銅鑼燒大家應該都聽過，但係對我來講，那我種燒就係故鄉應該要嘅樣嘅。特別從頭聽阿公講，有說冇說，過冬年初說，有做冇做，料到正月辦過。正月辦過睇年長孫過睇咧，故所怎會有幫糧也嘅慶祝活動？因為從細就看到阿公過糧老娘糧，故所我知道本娘糧嘅真係客家難明。提拜自己紅娘糧，係我讀高一嘅時節，讀到之後對過來上下會學到。唔過大家講冇散就唔會講，我想也咪係我祖先面對困難成敗嘅態度啦。